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，我是现爱妈妈。即阵到底还有偌济人咧买册咧看册，我摇定就是愈来愈少。毋过若是无人买无人看，敢毋是未来的册就会愈来愈少。嘛因为安尼，文化部逐冬因拢会补助读册会，介绍文学、哲学，也是介绍册的一寡活动。即摆我的计划也是要来介绍几本台语册，毋过方式会甲过去无相共。等一下我会来讲今年即个节目的计划是啥物。即礼拜是真侪人会去陪墓拜祖先的时间。清明节是安怎着食润饼？一蒙过即个风俗是为倒位来？是安怎着爱拜草仔粿，毋是拜红龜粿？台湾风俗讲互你听，即本声册甲电子册内面拢有讲到。过去即个节目第63集甲91集内面嘛有讲到，请大家去找来听，找来看。我想真侪人拢会认同讲，若是一个语言要传承，文字是介重要的。我嘛认为，若是已经听有，阁会晓讲的人，若要学读学写台语文，毋是遐尼困难的。为着要互阁较侪人熟悉已经写出来的台语文学作品，即个节目今年会一个月介绍一部小说，内面有4篇短篇、2篇长篇。即摆我拣的台语小说，除了因拢是捌摕过奖，阁真好看的作品以外，主要册内底有清楚的地理光景，也是有确实的路线介绍。是安怎我要安尼拣？我想一部小说内底毋若有人物，也有一个地理空间，有诶嘛会写内底的景色，也是地方历史的一寡说明。所以遮个内容毋若是互读者了解故事的背景、山势、了解地形，也是了解在地的人文光景，也阁有真侪嘛表达出作者伊家己对即个所在的感情。台语小说内底有袂少作品是用社会写实的手路，甲读者讲在地，无论是过去也是即阵的一寡人物甲地理空间。地理空间就像一个足大的碗公，内底会当底人的想法、因的行为甲行动、过去的历史、族群的故事、共同的记忆，拢伫一个空间内底找着。像旧年介绍过的册，王朝华写的散文内底写淡水甲台北的地点甲路线。洪淑娇写的金奈子的滋味，都发生伫高雄新草原这个所在。这拢是册内底写到的地理空间。即便我伫节目内底会介绍作者写到的地理空间，毋若安尼，重点会放伫地景。地景是包括地理以外，当地人的生活方式，也是当地文化甲物件的关系。甚至人甲人的关系展现的形式，人甲世界的关系，都算是地景的一部分。只不过，毋是逐个人看到的地景拢会相共，趣味就是伫地景会对看的人的角度咧改变。因为逐个人安怎看、安怎想、安怎解说，伊看到的、伊感觉到的，拢无啥相共。所以我会介绍作者看到的地景是啥物款，我嘛会讲我若知影，迄个所在我捌的是个啥物，特别是我会介绍别人讲过迄个所在、迄个地点的故事甲人文历史。所以即摆毋若是要介绍台语册、台语作品，嘛会用遮个小说来带大家去熟悉遐个所在。介绍一寡当地历史文化甲故事。若是安尼，即摆计划要介绍啥物册？我总共拣6本，我为台湾北部到南部即个顺序来介绍。第一本是拿春水老师的《无影无热》，
2009年李江曲基金会出版的册。那春水老师是为1997年也咧教册时阵就开始用台语咧创作。伊捌摕过足侪摆教育部的母语文学奖。这本小说集内底就收集伊得奖的作品。我会介绍这本册内底上长的一篇写实的小说。这篇嘛摕到2007年阿曲赏的头奖。这部小说带大家去熟悉伫基隆河边遐个土炭的矿区，甲过去挖矿遮个工人的生活。基隆的炭坑已经有300年的历史，后来也阁有发现有刷金，所以大清时代特别伫基隆设一个金刷局，伫遮扣挖刷金的牌照税。日本人来了，发现遮毋但有金仔，也阁有银甲铜。国民政府来了，阁伫遮开新的矿坑，一直到1980年代才偷偷啊收起来。过去也咧挖遮个乌金的年代，全台湾各所在的人拢会来遮找工课。那春水老师这篇就是咧介绍遮做工人的生活。第二本册是《王道密道》，本名号做王永成老师的《地狱国》。这本较新，2022年正位出版。王永成嘛是摕过足侪项文学奖，而且伊毋但写小说，伊写的台语诗、台语小说、散文，这3类的作品拢摕过台湾文学奖。《地狱国》嘛是这本同名的册内底的头一篇。这部小说写的是北投的地方派系。北投这个所在足有历史的。西班牙人因写的册内底都有记载着基北投，就是巴塞族的北投社。这篇小说写选区内底乌西买票，地方的政治人物安怎甲民众博暖博感情，甲地方的选举甲北投这个所在写了足详细。第3本要介绍的册是陈明仁老师写的《扒园的故事》。这本是2000年第一摆出版，2012年正位佮甲整理过，分做6集出版，也佮有录做声册。2020年佮长编辑佮出版。陈明仁老师是战后真重要的一个台语作家，作品足侪。伊早期较出名的是台语诗。扒园的故事算是陈老师伊第2本毋是诗集的出版，主要是咧写1960年代、1970年代老师伊家己的故乡彰化园林的故事。这套册分做6集，每一集拢有一个主题。我是经第4集田庄囡仔记事来讲，因为这集内底有详细介绍一寡路线甲地点。有关陈明仁老师的研究甲分析这套扒园的故事的论文是已经袂少。这套册算是台语文学内底经典。刷落来这本嘛是，这本册是为台南写到高雄，佮写到台东。陈雷老师的《乡书簿记》，2008年开朗杂志出版的。陈雷老师是为1980年代就发表第一篇台语小说，算是真早就开始写台语小说的一个作家。伊是台湾战后真重要的一个台语作家。这本《乡书簿记》嘛是台语文学内底第一部长篇的历史小说。这内底写西拉雅族人因为台南神话玉井这个所在，刷去到高雄。才个搬山过岭来到台东，也阁有另外一部分人是为台南遐才往嘉南平原去。小说写的是这300年来西拉雅族因经过无共政权的迫害，互人为一个所在阁赶去另外一个所在，因的语言甲文化是安怎对咧改变。有关乡书簿记的研究论文已经袂少啊。
这部小说是真重要的台语文学作品，因为这部小说较长，写到的所在嘛真侪，伫短短时间可能无法度拢讲到，我会拣一寡所在分做2集来介绍。第5本册是乌长祥佮活的人，2014年草根出版。这本册出版了隔冬，就摕到53年文学奖。册内主要是一对爱人，因咧写批。批内底故事主要是咧讲马卡特族人伫封山的时阵，互郑成功赶走，豆豆怎刷去到屏东这个过程。内底讲到过去台湾重要的政治社会事件，嘛会讲到族群意识的觉醒。这本小说甲单类的乡书补给相共，嘛是用历史事实的手路来写台湾主体安怎受到打压，佮安怎找回来的一个过程。因为这部小说嘛足长的，所以我会用2集的时间经一寡部分来讲。乌长祥老师伊捌写过长篇的华语小说，为2000年伊开始写台语小说，伊已经有真侪得奖的作品。伫2008年的时阵嘛，摕到台湾文学奖的创作金典奖。上尾这本是真内底上少年的作家洪明德的《丹路》，2021年9月出版的册。这本册头先是用华语写出来出版的，迄当阵就摕到2019年台湾文学奖的金典奖。后来洪明德老师伊家己佮翻做台语，佮甲录做声册。洪明德老师伊是摕过真侪文学奖的一个医生。这本册内底的第一篇故事，主要拢是以伊的故乡高雄做背景。我嘛会为内底拣一篇出来介绍。老实讲，要读这的小说毋是真简单，特别是陈雷老师甲陈明仁老师因写的字词有真侪我拢毋捌听过啊。毋过甲过去相共，我会甲我去找到的资料，甲节目内底讲的内容，拢写伫电子报内底，像一寡甲这的册有关的信息。有的小说已经有足侪评论，也是相关的研究论文。有的册是时常拢有线顶读册会。陈雷甲陈明仁老师的作品嘛有改编做广播剧。怀伫伫电子报内底，我会甲我找到的资料写出来，互大家参考。请大家甲我做伙来读这的小说。为这个月开始到11月，我逐个月会简单介绍这的册，伊内底写到的地理光景、当地的一寡故事。即摆要介绍的6本册会带咱看到台湾无共款的地景，也嘛望这的短短介绍甲推广，互大家会想要看册内底是安怎写这的所在，这的作者也佫有看到啥物。大家伫未来会想要去遮的所在行踏，建立出家己的台湾地景。若是恁对即个计划有任何的建议甲想法，拢会使写批来甲我讲。也嘛请会记得订阅电子报，甲追踪即个节目，推荐互你的亲情朋友，也是伫平台留5粒星留话互我。若是要赞助即个节目，伫节目的文字小介内面有 ECP 的连结。真感谢大家收听，我是贤爱妈妈，大家再会。